续来看这个交通部日前才来宣布，明年3月开始解除2环禁团令，但是今摆所阁传出讲，陆委会有规划台湾团客到中国游览，初期一天敢若要开放2000人，这是互旅行社扑跳，因为3月份报名成团，而且已经共收定金开票的旅客已经超过1万人，那真正限制名额。恐惊旅行社会发生着严重的旅游纠纷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会阁来讨论，农历过年前来公布。今日到都市树林找找菜椒警察和护理，上海迪士尼打造全球头一座动物放生市的主题园区，今年年底特别开放，交通部过车宣布明年3月解除2环禁团令，真侪旅行业者已经规划2环团旅的行程，想到传出有人受限制。好不容易旅行业盼了春燕来了，结果呢，你公安局跟陆委会就拿个竹竿把这个窝给捅破了。那说句实在话，那谁来顾我们这些旅行业业者的生计？计划防补甲乱气，交通部在月初3才宣布，明年3月初1解除2环禁团令。昨日所传出旅委会规划3月初1过，就讲同款限制2000人。业者们根本是讲一套做一套。旅行社业者李基干嘛讲，有旅游业前辈讲，明年3月份报名成团，收定金开票的上少1万人，若是有限制2000人，已经收单的旅行社恐惊面对严重的旅游纠纷。旅客要找旅行社来负责，说你们是你们问题。那航空公司说我有飞，是你们没拿到配合。那这个损失到谁？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的一句话，造成这些旅行业业者多大的麻烦？的确，当时在8月有2000人的这个限制。我想说，陆委会的想法大概是分阶段啊，因为一开始可能人没那么多，但是如果明年大家讨论到最后的确有那么多团的话哈，我想我们要跟陆委会在做细节的部分，再来做一些讨论。到底咁咪限制人数，还阁在讨论。不过交通部爱旅游业者提早规划，业者嘛唔知会当接偌济订单，相关业务恐惊还阁等，较未有旅客报名，将规划变做一张棒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